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最近天气好冷，好冷哦。我跟你说啊，眼科医生就说啊，因为天气冷啊，眼中风的患者越来越多喽。而说到医生，就是乙神。而且我还知道啊，眼科乙神啊有提醒大家，像是眼睛中风、脑中风，还有心肌梗塞，都必须要把握发作之后的12小时黄金治疗期。到底什么是眼中风？其实呢，就是短时间内眼睛看不到，或是突然看不到又好了，这就可能是眼中风哦。如果要预防眼中风，很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暖，而注意就是注意。而且我觉得特别呢要注意脖子的保暖，尤其是啊，像是天冷的时候，起早要去运动的话，要做好暖身操再出门，这样才可以降低眼睛中风的几率。刚刚提到的脖子就叫做降银。降银就是脖子了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冬天要注意脖子保暖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寒天要注意降银莫人冻，寒天要注意降银莫人冻。今天勾勾公好吧就要提醒您，冬天应该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健康。怡姐好冷哦。对呀，不过你还不赶快把你手上的围巾给它围起来，降银不要冷到了。真的。这个天气啊，以前就说一定要注意保暖。我觉得啊，也适合来杯热咖啡。谢谢。我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突然想到啊，乙神就说啊，现在是眼中风跟脑中风好发的季节，所以一定要注意降银的保暖哦。我觉得对女生来讲啊，降银保暖特别重要，所以你看我围巾都不离身，就是希望不要着凉了。敏华，原来啊，眼睛中风是和天气有关啊。对啊，所以医生就说了，其实冬天呢，眼睛中风的患者也会增加哦。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听听乙神的话哦。乙神就是医生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呢，要预防眼中风，一定要注意哦，要保暖哦。而说到注意，就是注意。我自己觉得啊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，降银的保暖啊，也就是脖子的保暖哦。降银就是脖子了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要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，就是冬天要注意脖子的保暖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寒天要注意降银莫人冻，寒天要注意降银莫人冻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就告诉大家，冬天啊真的要注意保暖，才能够保健健康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